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热天烧烘烘，驾车停伫个大日头骹，唔免偌久，这个规台车就像一卡大烘炉咯。最近网络顶一直咧传讲小心哦，这个打洗手若是放伫个车顶，会因为高温导火爆炸，搁来配上着爆炸的画面，敢真正有遮尔啊恐怖咧？今仔日个拍假特工队。 打洗手放伫车内，拄着高温煞爆炸导火，造成这个车的内装烧起。这段消息伫网络顶面传来传去，看起来敢若是好意的宣传，也毋过互人怀疑。爆炸应该不至于，因为你就算整罐干洗手全部挥发到车子里面，那它整个车里面充满了酒精蒸汽。 今天他如果只是乖乖待在那边，你没有任何的火花，或是没有点火这个动作，它应该不太容易爆炸。有关这张相片里面车文章，较早泰国、巴西、哥斯达黎加拢流传过这款的公款，后来有真个各地事实灾害单位嘛拢陆续澄清过，讲这是不实的消息。不过民众嘛是会相信，因为车内温度确实有影悬，什么物件卖放伫车内较好。老花眼镜是属于凸透镜。 那凸透镜它有汇聚光的作用，所以你当太阳刚好某一个角度，它就会因为温度过高，就汇聚那个点，因为温度过高就会烧起来。打火机它是属于比较密闭的空间，那里面那个液体如果经高温的话，它从液体变气体，因为它是浓度比较高，所以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，液体变气体它可能会有爆炸的危险。来搭老火目镜电池顶顶物件，上好莫放伫车内。 安尼就使避免讲热天时啊，温度较悬的时发生危险。